哦，还难啊。这个那是，这样那是，哦，我这把这个我你。他们聊天，需要他们可以聊天。你翻译一下。现在就是哎呀，我这样子。都会笑一笑。传承第三世讲座正人不见坐床典礼，典礼开始，请诸位师兄弟向上师法王及坛城行三顶礼，不方便顶礼的，请用合掌问讯。一顶礼。二顶礼。三顶礼。诸位请坐。恭请法王主持修法。之后啊，都是很难定的，在机动。两个田呀，都来看一点。对呀，这个讲。
个比较大学。应该是以下第三次讲话的有不谢，请相关方面的主持人问出不顶礼。再顶礼，再顶礼。诸位请坐。
Yeah.
宣读曼陀法财清单。我多接什么能关系到二金中的这些的你家的，一些就没开始上升有二点黄米多几些把做些不这个分的上的在那的。正把阳大把做的东西，下家就把这些新的人留下，通用的那么人，再把经济去实现，具体过了人把从国内这些的进送了，사단자지 실수만은 른바를 뜸이 예약된 장례대비 진주 중리지수에 뼈를 넣었는지 주신이 대바 다신 제그런데 다소로왕 그나 남이 주지되지 따바 진지 거를 것이 시에도 새롭던데 나와내가 지승집이 싸완대가 남기에 정신비 유당과 천지 이제 싸완대가 아대만의 끝에라든지 땜비진다 마당가와 선생님은 우리 장생제 소시 자리 때문에 제일지 만일 땜바타와 바이오는 자연은 시험과 같이 대대장이 없는 대대지 주변에 쓰다 된줄지 无处之想莲花生，盘若万化皆是有，最初金刚吉祥缘，如是吉祥赞颂。后续，纪元前5世纪是人类精神史上最伟大的转捩点，因为有佛陀出现人间，把佛种散播于世界，使智慧和慈悲在往后的几个世纪成为人类精神的甘泉，也这不断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培着众生的善根。后世佛教信徒称佛陀为释迦牟尼佛，这个称号可以解释为释迦族的圣者，是佛教徒对佛陀的尊称。佛陀出家修行，在5天座菩提伽亚的一棵菩提树下悟得正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他进入涅槃，佛陀始终未曾间断其宣说佛法的事业。5世纪末，佛教已在印度中部各国及各部落间建立起确立不摇的法统。自孔雀王朝安乐王西元293到316年在位的时候，佛教思想已经传遍全印度，其后更越过印度的边界传到海外。后世佛教徒采用佛
佛法东行来形容佛法向东传播的情形。然而，在纪元前续世期间，佛法推展的方向很明显的是向着西方进行，直到纪元前后才转向东方。纪元前2世纪前后，才大乘的经典中的几个重要的部分已经完成。后来龙树菩萨遂以这些经典为基础，发展出他的追月思想，而大乘佛教也因而成为佛教发展中的主流。在历史悠久的佛教史中，大乘佛教所扮演的角色的确非常重要，并且也发挥了不少的功效。由于大乘佛教有普度众生的理想，并为实践这个崇高的理想塑造了菩萨的新世界。再加上大乘的思想家们在形而上学及心理学之领域中，为佛教觅得正确的根源，使佛教更热情、更富有活力，向道源源远流长的巨流，滋润着东方的各个国家。佛教经由西越传至中国，因此谈到印度佛教传至中国的情形，必须先从西越说起。西越是一块贯穿亚洲各中部的荒凉的地域，是古代联络东方与西方的要道，是纪元前后以来印度与中国间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基础。单赖这条贸易路线为主，因此有丝路之称的西越也可称为佛教之路。西藏人接受佛教的历史，必须从佛经的传入及翻译开始说起。首先由莲花生大师法王智颂德真、堪布菩提萨多等开创。最早翻译佛经的大医师比卢扎纳，印度108位的班智达，西藏医师108位的聚集，将印度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经、略、论三藏经典，以及后期认识的六圣二庄严所写的教义，完美地传入西藏，译成藏文。此外，天竺五不认识之首宾玛拉密藏及大班智达悟后来到西藏，传授密教、学部、事部、行部、无上瑜伽部、佛说、魔说、无二说是6台万书之传授与翻译，使得佛法之传播更为发扬光大。在更妙有殊胜的因缘下，无上究竟大圆盛会本初佛及金刚勇士赞说五方佛师徒不变而传授，皆秘密传承。即系金刚与将士金刚33天天子都心地下，传授大圆满6个万数，将法亲自人间，再传于汉师释利真卡，以3句法语表达，此称为表达传承。释利真卡口传藏师比卢扎那及莲花生大师，世界口耳传承至善法末和环盘突出，传至西越中土，如普照与十方，圣法发扬光大。
叫天子有过而无不及。上亚之国年事就无够有传授八大开路岗与九位星子及20王臣。亚巴之国是80成就者等等，讲辩显及教法的宏远，以及文思修正法的广宣等等之传修，故名为旧业。旧业及宁马派传至西城以后，就分为6大寺院，上至有梅竹林、东极藏，中有六经、西庆，下有托岗及白玉6大寺院。其中配有师子传承，自从举昆上希腊以降，教法主要越解特见与外菩提心见，且灭金刚乘的修持，汇集了所有就业派的发耀。非用传承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深远。早在300多年以前，从举昆上希腊仁波切他的4大弟子在四川峨眉山附近建立了几座寺庙，收修了不少的弟子。就业派边于传承教法之持有者，贝诺法王是边有传承第3、9、11代的法王，因为当今宁玛派最高的领袖，藏内各教派之仁波切、瑜伽师、学教人，且公认贝诺法王经论渊博，修为高深，为就业派6大世子法王，一直推崇赞誉。贝诺法王于1988年5月，率领15位喇嘛初次到台湾宝岛，主持了第2次江波罗镇仁波切主笔大典。1997年12月，法王又莅临台湾，于12月24日在深坑配有中心为江波罗镇仁波切之圣利塔开光。第2次江波罗镇仁波切是早期藏传佛教就业派来台湾弘法的开拓者，他慈悲无畏，深受台湾弟子的爱戴。仁波切于1987年4节发起圣地，建塔安奉于深坑培育中心。第3次江波罗镇仁波切于1989年年底诞生，经由英格法王及贝诺法王认证后，由贝诺法王在南印度南竹林寺抚养。第3次江波罗镇仁波切转世，他的法号是巴度江巴伊西罗觉托顿学杰尼玛。他应台湾弟子的引请，到台湾来坐床弘化，并恭请贝诺法王亲临主持坐床典礼。这是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继承他前世佛法事业的重要仪典，也象征其菩萨行的另一个起点，意义非常深远。深坑白玉佛学会供养的发财有，在深的部分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莲师、文殊师利菩萨、财子，在经典有甘具，有大宝佛藏、依系塔，有金刚杵、铃、手摇鼓、海螺、拔磬、唢呐、号角、施正法的鼓、土巴锄、宝瓶、
满处宝瓶、礼盒、供杯、灯罩、卧香炉、烟供炉，有香、舌子，有自制全套、八咒、装饰符、八吉祥、琉璃宝、扇、铜、幡、哈达、袈裟、法衣、发咒殿、祭坛、有时厨、藏糕、干牛肉、稻米、墨、青枯，供养第三世讲座的母亲，四宝及新台币，供养金新台币101000元。中央配的法王四宝盖金新台币结缘供养金新台币33000元。第三次讲座的母亲双亲各新台币5万元。老师新台币17000元，总管有新台币17000元，并法王的妹妹新台币17000元，喇嘛扎巴新台币5000元，每位僧众各新台币1000元。今天给予供养的单位有继中华民国宁玛邦白玉佛学会、蒙藏委员会、裁判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宁玛邦雷居林佛学会、宁玛邦虚心佛学会、嘎杜无尽仙灭佛学会、宁玛邦白玉他当佛学研究中心、宁玛邦配有大圆满佛学会、无尽确定贝玛确定宁玛邦佛学会、根据新来传佛学会、佛教大菩提佛学会、大圆满莲花心碎普巴发展中心、佛教显灭智慧精粹、大圆满同学会、显灭金刚佛学会、宁玛邦深求确定大乘法院佛学会、中华民国宁玛邦显灭文思修佛学会、藏灭宁玛邦知性佛学会、扎住藏灭法人佛学会、噶玛噶居佛学会、十八噶居噶尔西居佛学中心、宁玛邦拉拢三层法林佛学会、宁玛邦北域祥丘大吉林佛法中心、宁玛邦北域祥丘大吉林高雄佛法中心、宁玛邦北域祥丘大吉林台中大理佛学中心、宁玛邦北域祥丘大吉林台中文心佛法中心。莲花一同心中国佛教再生工作会、弘法寺、决定精粹、中华民国西藏协会、中华藏灭宁玛邦佛学会、无尽民居拉甸林、金门县藏灭佛学会、中华西藏宗教文化学会、佛教金峰佛院、天凉山佛学会、裁判法人佛教密藏院、裁判法人佛教金刚乘莲花精粹、裁判法人南方保生佛萨乐民法院、丁居士乃至五居士因梦钱喇嘛、严喇嘛。另外有3个单位，一个是台东藏灭土会
会佛学会，有宁玛巴西方三圣佛殿，还有个是土里莲华精舍。举大德由此居圣因缘，参加这个圣典，同赞发喜，广结福德。感谢各位高僧大德，由此莅临，尽此的对功德回向，各位何地安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一切吉祥如意。我们现在开始团体供养第3次讲座的正德谢。首先，我们先请中华民国尼玛巴白玉佛学会上课。白玉大圆满佛学会上课的课件。
三界心格不变不坏不说在前不见不生不坏界不知之间三界心格不变。我现在请分诸心源团佛学会上座的先。现在请合照上菩提佛学会上座的先。就地诸葛下边云面，面中当别不具人界，大天不界这边这边，当别之间阿瓦大果，当地更强大些阿来说，来说来，安界不界之间那个，对吧？那个，对吧？这些你给讲吧。这些个一点不爱，周边看在心来也白说，安个的人啊，很大了，东东没干什么，他人啊什么呀？人间就那些个真白，真白真别这个那这些这别真这。人间就那些白，周边周边下边人间，人中看边，周边人间，大天不界这边。为了集齐第三世讲破格言能够长久出世，请大家随着喇嘛念诵第三世讲破格界的黄色集体。现在请大家看着对吧？中线上口头线。现在请莲花一头圈上口头线。
请财通藏经普被佛学会立马把西方三圣佛殿师兄等依次上供佛前。诸位师兄弟，请起立，恭请第三次强迫肉正不懈下座。Thank you.
各位师兄，由于时间的关系，法王就到其他地方弘法，所以说就待会儿第3次讲破正和切半点的时候，法王会在别的地方，法王特别就是向大家致意。现在请法王下座，各位请起立。